每當天文台高掛8號風球，市面仍然熱鬧，唔少市民外出食飯同娛樂。今年嘅超強颱風華加莎襲港期間，食肆店鋪繼續營業，更加有商戶宣布，即使10號風球，仍然會照常營業及送貨，隨即引起社會嘅熱議。究竟8號風球下應唔應該停工停市呢？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就話，由於工種性質唔同，難以一刀切，但大前提需要以員工嘅安全為優先。雖然我哋冇列明話係一定要幾號風球一定要休息或者停工咁樣，但係佢如果將僱員係置諸一個危險嘅一個情況咧，喺職安個條例之下咧，可以罰款1000萬，係可公訴罪行嚟嘅。整體我哋嗰個嘅框架係合適俾而家嘅使用嘅，只不過而家個變化咧就係我哋可能香港個安全性越嚟越高，市民對於嗰個嘅颱風嗰個意識可能係比較薄弱一啲，我哋適時都要做翻一啲嘅宣傳咧。其實8號風球都係危險嘅。工聯會立法會九龍東議員鄧家彪就批評8號風球下一啲非必要工種嘅員工仍然需要繼續返工，只係僱主想賺到盡。做 facial 我哋都收到投訴㗎，8號風球照叫佢返工，而且係不問佢同嗰個鋪頭之間個距離，唔問嘅。總之你係講分店就你去嗰度返。個邏輯就係，8號風球實有批人唔使返工嘅，咁唔使返工嗰啲有時間咪留下個商場做 facial 咯，嚟賺埋呢啲錢咯。其實真係好過分。因此，鄧家彪建議考慮設立白名單制度，即係將負責緊急救援嘅工種列入白名單內，僱主需要提供安全嘅配套同埋特別津貼，其他非白名單嘅員工就應該立即停工。僱主成日都係講啊，打風嗰日業主唔會免我租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採取一個比較平衡嘅方式。而家講緊為最極端、最惡劣嘅情況定一個停工嘅法律框架，而唔係1號風球就停工。僱主就個成本加重咗啲啦，就要真係諗啊，值唔值咧咁樣，而唔係真係好輕率、好隨意當安全係笑話。至於商界又有啲乜嘢睇法？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認為，為咗讓社會繼續運作，就算天氣點樣惡劣，有部分工種嘅員工繼續返工，但係始終存在一定嘅風險，老闆同員工應該事先傾好有關嘅安排。咁我諗其實老闆都要大家作出去商量，而唔應該去用一個扣薪嘅方式。相反，其實用一個獎勵嘅方式去鼓勵佢返嘅話啦，同埋要有足夠嘅保障。我覺得其實係對於嗰個員工咧喺公司嘅歸屬感咧，其實會更加好嘅。立法會九龍東已經報名參選嘅人士包括鄧家彪、梁思韻、顏文宇、張培剛、陳俊雄。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報咗名嘅參選人士包括邵家輝同謝邱安儀。